今年天气暗暝会登去台东唱跨年哦。台东市区的饭店是拢客满咯，冇游客驶独夜车要去暗暝附近的海边啊露营。台东市的夜市啊，佮推出消费加倍券，要开100块买券哦，佮通买200块的物件，要来刺激消费。台东海滨公园下年暗暝会场，透早有买200个番仔，开始布置场地，准备食材。有够200个人食的香猪肉嘛，开始咧烘啊！台东市观光夜市促进会即届推出消费加倍券，开100块就会当消费200块，要来刺激消费。希望今年上尾一天会当冲出好业绩。所有的摊商都会收券，微光市集的部分，他那边今天也是1点开始发放。希望大家一起经济突飞猛进。即届下年暗暝邀请天后张惠妹回乡演唱，城袂少民众来台东。3站已经有为马来西亚包括人机来的，其中有7成的都是专工要来听张惠妹唱歌。市区的旅宿嘛，差不多拢客满，还佫有外地民众专工开露营车，停伫会场外口的海边啊，准备要露营下年。受到什么吸引过来的？这边很大的卡司都在这里啊。目前台东市区各个旅宿业、旅馆和民宿的住宿率都达到90%以上，甚至许多饭店是满房的。官府预估，即届下年暗暝可能会约270万人左右。警方透早就伫咧路口管制，嘛规划8个停车场，互民众来停车。呼吁大家都要遵守秩序，唔通载危险的物件入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